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陈美静。下礼拜村民大会持续带领关心了新竹科学人气3期的开发计划，尤其是减了竹东镇、头涌、二涌、三涌，还有科富里那地方啦哈。那背后是那种的头前海，还有除了水公司大水管，那种哦，那了400人公顷的开发的面积地位度，是到了种的除了水的水质水的保护区，既然是了二级的环境敏感的区域，到除了水法还有国土计划法地位度呢，全部都要用去开发，大面积的开发有当多的规定哈。地方上有目前有修理还有依附，不过规划单位讲，佢哋做好来平面含白污染的建设，到底双方的对法係用办法，还有乜嘅其他目前的意见，你共同来讨论也强烈关心。今日嘅节目持续来讨论一道竹东镇两片嘅新竹科学人气第3期与天体嘅开发嘅案啦哈。上礼拜讨论咗当到，下礼拜你继续讨论啊环境嘅保护嘅影响嘅问题，还有到国土计划嘅一种嘅。你思考之下来看，到底啦农业发展啦、城乡发展之间，佢哋关系係用扮演。马上揾上屆見面現場嘅來賓，第一屆呢係新竹縣政府國際產業發展處嘅處長陳偉志，陳處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許夢。稍等係兩家案呢規劃公司嘅顧創傑副總經理。主持人還有現場的各位來賓，鄉親大家好。再來係你才提新竹嘅哈，國立強化大學強化學人教授王俊秀王教授你好。大家好。稍等係國立軍區大學體檢學嘅教授徐世榮徐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TQ 公民基金會嘅專員吳啟榮吳專員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上個禮拜你講到了案啦，嗬，佢有前多地方有見過了屯青啊，還有了水庫嘅嗰種水源保護區啊，還有了係那種自來水嘅水質數量嘅保護區，故所佢係只環境敏感嘅地區啊，是環境敏感區域。同樣嘅地方咧，曬咗樣有工業區，有住宅區，還有商業區等等咧發展嘅地，樣嘅新嘅一都市計劃，到底好人唔好嘅產生嚟到影響，係咪因為當社會嘅問題？我想等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還有那個筋沒有那麼深。哪裡有南瓜？南瓜。下面還有。下來了。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的時候，聞聞看也是很好用的，對不對？所以它很像南瓜，但其實是木瓜。對啊，整個味道。同下塊木瓜樹下幫小朋友去採幾件小嘅木瓜，一方面家長咪將其廢做生態教育，帶小朋友認識動植物。它留在大便嘞。哇，好大哦，這隻好大哦。而且在大便嘞，在大便。你怎麼知道它在大便？真的，後面有一條哎。對啊，在大便。新竹親子科學團團員由新竹縣咪做新竹市嘅小朋友去到鄉田試禾種包樹摘木瓜，對了到天可能經濟開發計劃有改變，咪做自己看法。不贊成。為什麼？因為這邊是水源保護地。這裡的水好冰哦，好冰啊！科學團嘅家長認為，要幫小朋友接近土地，認識土地新鮮嘅植物，咪話帶細人去環境修土地嘅記者會現場，了解得到地發生乜嘅事情。咪推細人嚟去上游看看，啲水用辦來，係個面用辦裝，我都老細人嚟講。我們希望小孩就是可以知道這件事情，跟生活很重要。因為如果他在這邊蓋工廠的話，那下游水就會很髒啊。無條件深化政治議題，帶小朋友去看政治議題各個爭議點，增加公民參加機會。家長強調，要幫細人對係咩嘅政治做自家嘅價值判斷。親子強學團啲咪都細兒啦講，呢度係水源地啊，你細那種
嘅共创嘅法，迄面下阶式嘅水嘅水轮污染啊，都在啦体力为主嘅样板，现在咧看到，也系偷浅海新竹人水创水台嘅好吧，系新竹人阿妹好偷浅海都了到哦，你个了希望呢是到偷浅海顺偷啦，所以咩讲减话底你偷浅海，不过要高尔夫的好把的练都了到来啦吼，了到系龙恩县嘅池内水池水，还有佢系新竹市啦竹北市用水喺度了到哦。嗰下间呢系竹北新丰富桥南雅自来水取水口了部分系冇強讓兩個地方嘅池內水嘅治水和問題啦哈。我想問一下這個吳其榮吳專員，就是說，到底這個基地離這個頭前溪是圖面上看起來是一段距離，可是為什麼它的水源的污染疑慮卻是一直存在？竹東的這幾個的工廠，到底相關的污水處理設備夠不夠？到底未來是不是該有一個污染總量的規劃，總體的系統來去做一個評估？那我們才能夠來去談這件事情。所以我認為說，在這個過程裡面，無論是怎麼樣的去談專管排放或者是哪一些事情，其實都已經本末倒置了，因為對於所有的人來說，這件事情其實也關乎新竹縣民的飲水權益。整個的竹北地區飲水其實蠻大的，就是要仰賴整個的頭前溪的飲水。所以我們認為，這總體的無論從新竹縣或新竹市的思考，都應該要趕快來做這件事情。那總體盤下來之後，才能夠知道這到底未來還有哪一些的空間，所以我認為現在已經不是在談說到底這個的所謂的竹科3期，因為我們認為應該要趕快的去處理其他問題。那竹科3期應該是在盤點完這些課題之後再來談，而不是現在就是說我們還要跑很久的程序，然後竹科3期，然後我們會怎樣的做專管，我們要做怎樣的事情，我們認為那都已經太晚了。五華工業區有19家工廠，那19家工廠的污染是相當嚴重的，所以新竹產發處也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6月27號，你們變更了他們編地，要來做專管的廢水的排放嘛，對不對？也跟工業局爭取到了2.9億的費用，希望2020年來結案。那我想請教就是說，是不是你們也看到整個沿着頭前溪沿岸有很多的這種這個廢污水沒有做好管理的，甚至是沒有登記的工廠？那沿線這些工廠需要做整合，通通整合到這個預定地來，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嗎？裡面的19家廠商的部分現階段確實有被我們環保局所列管2家，就是屬於這種比較有高污染的疑慮的這樣的一個廠商。所以說，我們認為說正本清源的部分，雖然它現在是合法的工廠，但是我們認為正本清源。所以說我們爭取了，就是像前瞻計劃裡面，我們爭取了這個污水處理廠的部分，所以是拉個專管到南雅取水口下游。這個部分五華工業區的部分並不是拉專管的部分，那回歸到我們是設污水處理廠，就是設污水處理廠，水質經過處理之後，才能排放到鹿寮坑溪這樣子的一個承受水體。好，那第二個就是現在我們正在辦的這個竹科的部分，那其實這個地區我們未來就是會設置一個污水處理廠。那這個污水處理廠其實也並不是說我特別針對什麼產業，或者說因為這個未來它會有民生。跟所謂的產業的部分，未來我們這邊會設一個2.4公頃的一個所謂的3級處理的一個污水處理廠。那3級處理目前來說是我們最高等級的。那我們會等於是說，按照飲用水管理條例的第5條的規定，我們會拉專管到南雅取水口下游下游的400公尺以外的地方，做專管排放。那至於就是說拉到下游400公尺以後排放，那有人會認為說，會不會污染到灌溉農田，或者說其他飲用水的部分？對啊，這沿海也有一些這個漁業啊。那其實這麼說，我們是經過污水處理的標準，不管在 COD、BOD 跟 SX 所謂的懸浮微粒的部分，都要合乎3級處理的一個標準。其實不是說我們專管不處理，然後排放就這樣子，不是。我想請教一下教授，回到土地的利用來看，這邊其實是計劃所在地，它就是一個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區。那我們在自來水法裡面，對於自來水的這個水質水量保護區，在土地的這個產業土地利用跟產業行為上面，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規範？這個問題不純然只是技術層次的課題啦，到底是1級、2級、3級？因為我們常常也看得到，這個政府剛開始都講得非常好聽，但是到最後能不能真正的實現？那我們往往會有個疑慮，所以各位鄉親，在未來這2年，麻煩各位，不管你是贊成或是反對，
你一定要很积极的去参加新竹县国土计划的一个制定，其中有很重要的叫部门空间发展计划，拜托你们一定要去参加，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你要土地要使用变更，你不希望做农业使用，要变成住宅区，麻烦你去那，你把你的心声讲出来。你要继续要在务农，也麻烦你们一定要去农业，要有一个发展计划，住宅要有个住宅的一个发展计划。那今晚打开来，不好意思哈，我不知道各位懂不懂台语了哈，大家来瞧瞧看嘛，对，一定会有冲突，一定的。一定有错，因为都市计划谈了，一定会有冲突，环境的跟经济的一定会有冲突，在这个冲突当中，如何来协调、来妥协，那个才是我们所谓的公共利益啊。现场稿告不然你给乡亲朋友，好，这位大哥，嘿，我们再来看这环境的污染，这废水的产生呢，我们再看台湾每日污水的。排放量，这是环保署的政府的环保署的数字，总计呢我们以213年的统计量来看的话呢，生活污水占了66个百分比，农畜废水占了12个百分比，工业废水只占了22个百分比。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绝大部分的污染是从哪里来呢？生活废水、农业废水，这两个最大的污染源。那是不是更多的人住会有更多的生活废水产生呢？那在水质水量保护区里面，我们来看，在以现在居住的地方呢，有废水处理的设施吗？没有。这些水呢，居住的废水、农业废水，甚至呢，农业需要用到大量的肥料，大量的农药。我们的农药到最后跑哪边去了？跑到水里去了。我们的废水，你家有废水处理厂吗？没有。跑到水源里面去了，只有经过重新的规划呢，专管专排，我们的废水处理，县政府会专管专排，经过处理，我们达到国家3级的标准，排放到我们的取水区的下游去，不会造成我们的环境的污染，确保我们的子孙能够吃到干净的水，这个才是一个解决之道。好，谢谢。因为他在第4点第11条自来水法第11条第4点有提到说，禁止或限制贻害水质水量之行为中，只有在工矿废水之家庭污水排放超过规定标准，或者是总量超过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所订定的标准之下，它是不能开发的，是不能设厂的。只要说它的符合订定标准的话，它是可以开发的。当然，它还是会受限一些比较细部的一些高污染源的工厂。那我这边要提的是说，以水质水量保护区的上游，包含横山、琼林乡、竹北、竹东，都是一个民生用水或者工业废水或者是农业废水都会产生的污染源头。那农业废水它其实会有一些农药、化学肥，那不管是不是农业，那民生也是会有一个相关性的一些污染。那废水其实它排入，其实是要追溯到更久之前，那其实就跟刚刚所提的一些城乡发展比较早的城乡发展，所以它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的管线，所以导致说现在的废水又直接排入河川这样子。那我们应该是要去要求说相关单位加快速度去铺设污水管线的设置，而不是来指控我们圆山它开发就会污染水源。对，那我觉得说现在的政府其实它在主导开发案的时候，都会去编定污水处理办法，也就是说，它一定会设置一个污水处理，然后达到了废水的排放标准之后，它才可以排放。其实农业到底会造成多大的污染？其实我们有机农业法已经上路了，其实政府已经开始在鼓励友善或有机这件事情，那它相对是友善这个环境，跟生态永续的。那当然这是政府的一个更上位的政策的一个鼓励。那我们再把机会交给这边的乡亲，嘿。陈处长说要把其他那些会排污的都把它辅导进来。那如果他在他的厂区里面直接污水往井水里面排，地下水直接给你下去，然后呢又一样台湾有爆发，直接把那一些废弃物埋在厂房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直接污染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那个可以吗？那再来，如果这块土地发生了所谓的净棚案，不要忘了这些强酸强碱化骨水是不能进污水处理厂的，一旦发生火灾爆一个头前期全部的水都不能用。
好，那等到有一天新竹变成鬼城的时候，鬼才来住啊！哪里有经济发展？没有人的地方，没有居住条件，怎么可能会有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些厂房盖在哪里呢？3级、4级、5级、6级陡坡的地方，你这厂房去一个水土保持那么糟糕的地方说要盖厂房，是给鬼盖工厂吗？所以我们很质疑的是说，今天你这要发展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第二个是这种会带来严重污染，连经济部、科技部都没有办法。民国93年就明定头前溪的两岸都是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我们应该续演20年前正确的政策，要把那些错误的、不对的污染及时遏止，针对现有的赶快做改善，这才会符合国土规划法的精神，来做有环境保护为基础，互助了民生，我们新竹才有未来。旁边那位，自来水法第11条里面其实就明定了是。禁止污染性工厂在这个地方，在自来水水量水质保护区做开发的。那难道今天要做的这个竹科3期的会引进的工厂是完全无污染的工厂吗？我相信不是嘛，一定是有污染的工厂。那所以说，这个县府在开发的时候就要先注意到，他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现在自来水法的法规。其实自来水法现在就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了。好，再来，我们开发一个工业区，建一座工厂，就是考虑几件事情。第一个，工厂吃水、吃电、吃原物料，排废水、排废弃物。好，那我们现在关心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废水要排到哪里去？这个废弃物要排到哪里去？刚才我们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地区有没有这个是废弃物的处理的场地？有规划一个1.2公顷的环保设施用地，在高铁附近。那刚才其实讲得很含蓄，这个是一个暂时的处置场，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啦，它就是个堆置场啦、掩埋场啦。你希望高铁旁边、你家附近就这样堆着一个垃圾掩埋场，然后如果今天新竹县其他的掩埋场不收垃圾了，不想收垃圾了，那些垃圾就会堆在那边。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新竹特定工业区旁这边样子。它周边还有很多的竹东啦，甚至是这个新竹北这边啦、新埔啊，它还有横山这边啦，好北埔也有。它旁边还有很大的，我们如果更拉全区域来看，它周边不是只要承载这个园区3期预定地计划、都市计划，它还有更多的计划。这么多的人将来要住在这个地方，土地的承载的总量，或者是人民的宜居的生活条件，不是只有产业发展而已，这些是要更上位的来思考。老师有什么样建议没有？如果上游受到限制了，可是我们知道它因为受到管制、受到利益的损失，政府有义务要赔偿它。意思也就是说，它是为了中下游而牺牲了某些利益。那政府或是相关的人，特别是下游的居民，有时候也会募款来支持它。在国外有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它限制了开发，所以上游保住了，中下游就一并安全。那如果你只管自己，那忘记管到上游，结果上中下游一起，这个叫共死，而不是共生。很多的地方有园区，日本有很多科学园区啊，那他们有一个叫做环境自治的这种想法，就是说国家的标准一直都不等于国民可以忍受的标准。我想各位同意。国家有时候的标准不等于国民可以忍受的标准，所以国家是100 ppm， 到了新竹县假设50，因为我要比它更严啊。我新竹县呢，到了科学园区的厂商20，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它150到20，完全不需要有人去强制管它，因为科学园区就那个厂商就认为我把环境做好，我的形象，我的各种方面都是很好的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产生共生。就是环境、社会、经济，大家一起好。那我们想推出这样的观点。第3点，我的更好不会造成你的更坏，这个是正义的观点，所以没有问题。我们很希望大家更好，可是你的更好的时候，不要造成别人的更坏。到底到国土计划法来进行嘅全國嘅國土計劃，韓國你新主人嘅全國國土計劃，係用翻嚟進行嘅。關心人一個問題嘅專家學者，佢嘅想法啊看法係乜嘅？先聽聽新聞記者講，睇我嚟了解一下。讓未來我們的竹東更繁榮為我們的地圖，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好的未來。我們支持縣政府，這是好不好？
为了开发储批供应用体，新竹县政府按算和主动整体，但是环保团体讲，人口推估数据减怕超过实际的需求太多。这个地区按照计划书的内容，其实就写到，如果单纯以人口的自然成长的话，其实它一直都是负成长，这10年来都是负成长，预估未来也是负成长。那现在3000多人，可能未来会掉到2000多人。可是这个计划预计要划下这个产业专用区，然后引进产业之后，在未来10年之内，它会成长，从现在3000多人成长到23000人。那这个将近7倍的这个成长，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压抑。污染不要来，污染不要来，良田留后代，良田留后代，水源不在，水源不在，良田不在。社群团体讲，对竹科3期计划来看，其他征收强制人民要同意，去审批的干那些民众。有很大一片都是农地，好，那这样子的农地其实对于当地居民的需求，政府应该考量到说，当地居民的就业，其实很多都在农地。体政府长咪讲，台湾的土地重新分配制度，干那强调高日价钱。忽略计划起地度居民的土地係自家用而落實為主，沒有高日賣出去，冇真正的享受到開發良好嘅利益。任何重劃或者區爭一類的問題，都會涉及公共資源，其實本來應該是國家負擔的公共設施，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用的情況，怎麼會變成由這些小片地區開發區的人，他去共同去負擔？因為我們的土地增值利益，我們另外有稅收去處理它，並不是沒有。那這些人你開發，你說因為他有獲益，所以我取你一些土地，將來又地價因為有增值，所以我又課你稅，那不是一隻羊剝了2次皮嗎？學者認為，整體係國務將為到公共利益做嘅唔係比較手段，但是兩萬政府已經構圖用整體就係重劃來拿到公共設施體同經費，盡快檢討整體嘅合理性同必要性，來維護民眾嘅土地權益。好，看下新聞兩篇咧看了，目前竹科3期都市計劃變更遷頭土地使用嘅比例啦，哈，下去面說咧係目前嘅情況。哈，前內些呢係挑緊日和情況。我想請教一下古經理，就是說，在這個裡面，我們看到農業大幅的減少，然後雖然有一個休閒專區，但是我們看到工業和住宅是同時的上升，這樣子。那到底在這個城鄉發展的這塊區域裡面，你們當初在做規劃的時候，對這個地方，它在整個大的國土計劃、新竹縣的國土計劃架構下面，是怎麼樣去設想的？從80年開始以後。它就已經大部分的土地，那個時候200多公頃啊，就已經變成工業區。所以包括現在在很多種田的或者有農作的這些朋友裡，他們去申請他們的土地的那個使用分區的話，都是工業區。啊，這是第一個。那我要講的是說，在這個新竹縣的國土計劃的架構裡面啊，它在劃定的一些原則上面啊，它一定是城鄉發展的分區。對我來講，這個規劃它作為這樣的一個計劃使用啊，至少它是在上位計劃的指導下面，然後去鋪陳說它是未來應該要怎麼樣何時去檢討、調整、變更，去符合大家的一些利益。那包括說像剛才所談的一些想要農作的部分，我們不是說我們只劃這40公頃，而是說我們今天透過問卷調查，我們去了解說真正想要去從事農作的地主啊，你們的土地有多少？你們的需求有多少？沒關係，反映上來。然後我們的計劃不是說我們今天拿出來審議了以後，它就被確定了。它在這個過程裡面，它是要不斷去檢討，也要去反映說調查出來的一些結果。那所以在我們來看的話，它原來是這樣的一個角色設定，然後它也是城鄉發展的一個分區。所以在這個分區下面，怎麼樣可以把它規劃出來，然後讓大家都覺得說可以接受。然後對未來的發展有幫助的一個計劃成果，這個大概是我們最大一個目的。好，那問題想請教我們的徐教授，我們看到其實就是說，當這種都會發展，它不斷的向農業區、宜農地區去發展的時候，它就會使得生產基地不斷的被壓縮，然後被減少，然後綠帶會被過度的開發。那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區位，您有什麼樣的建議或隱憂沒有？我們現在都市計劃區已經有太多的土地，其實是還沒有用的。啊，我432個都市計劃區，我們其實還可以再多容納640萬，這是正式的公文書裡面所承載出來的。我們現在很擔心的，也就是我們過往我們對於非都市土地的使用跟管制，
其实都没有办法发挥到它的应有的功效。所以我们看到农地上有很多的违章工厂，我们很多的生产上的一个冠军都在农地上面啊，这个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土壤的污染、RCA 的问题，还有桃园啊这个芦竹乡中福地区的镉污染、镉米的一个问题，我们到现在发生在民国60年代，一直到现在还都没有办法解决。区段征收制度是19世纪的制度，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有，我们到21世纪还有区段征收制度，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国土计划跟区段征收把它脱钩呢？应该脱钩来思维。我相信，因为区段征收制度就是希望你地目变更，你必须要捐献60%到70%的土地给政府，因为是跟政府合作开发。对啊，但是他是强迫你要捐呢，你要捐60%到70%，我不知道各位赞成的朋友，你真的知道吗？如果在一个国土计划法，大家仔细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面向，或许我们可以突破区段征收的这样的一个盲点。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在城乡发展区里面，这边也许是城，这边也许比较靠近乡，那在这个过渡区域里面，它这土地要如何使用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可是使用未必只有唯一途径，叫做区段征收。好，那我们再把现场开放给我们现场的乡亲，了解台购。国土计划是用在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国土保育以及海洋资源4大区分，最大的效用就是成为各县市政府改善都市计划的一个框架，避免大埔事件的再度发生。这国土计划里面呢，明定国土可开发、有条件开发以及绝不可开发的层次与范围。23重地区有优质的良田、丰厚的水资源涵养，就是必须列入绝不可开发的层次与范围。那么中央政府订定的国土计划做得再好，也敌不过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台湾的制度就是规范不了贪婪的人心和腐败的政府。新竹县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要储备产业用地、工业用地，而是要来保护这一片优质的农地。那么以下我引用内政部长叶俊荣的一段话，请县府官员仔细聆听。那部长是这么说的：人们在土地上生活，必须要对土地带来更永续、更好的发展，而不是去破坏它、扭曲它，甚至剥夺土地应该有的发展命脉。这是身为人类的责任，也是政府必须的责任。政府也提到，部长也提到，土地的美丽我们要保护，土地的哀愁我们要面对。我们土生土长这里工作的农民，不管土地美丽与哀愁，我们都勇于承担与面对。所以，我们强烈的拒绝政府征收，保留这片土地。好，谢谢这位大哥。好，顺头介台购内政部营建署呢，在今年1月29号发布全国空闲的住宅破120万宅，在去年呢8月26号也发布全国的空屋数达86万2965宅，空屋率达10.22%。空屋率这么高，我们的产业我们还需要规划成那个住宅区吗？这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国家发展委员会，它8月份研究推估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的总人口数到2065年低推估会减少758.2万人，会减少。那我们的空屋率这么高，人口结构一直降低，我们住宅区有这个必要无限度的开发吗？无限度的扩大吗？这是我一个疑问。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位大哥，是不是戴眼镜那位？嘿。那我是头冲埔的地主。那有关于这一块土地现建38年，那么我们这里在座这么多人，其实绝大部分3400位的地主
绝大部分是赞成征收的。哦，那不能因为说少部分的人你们要跟做，那你就否定整个计划，漠视我们多数人的一个声音。哦，那这样子难道就不是剥夺我们的财产权吗？以目前的现况来讲，目前东一块西一块，那就算你要有机耕作也没办法，因为你的林田他们就在用农药，就会交叉污染。那么把你规划在一个区域里面，那让你有可以进去的道路，哦，所以你们每个田，你们要做精致的农业都有办法做，而且也可以引进那个废水处理，哦，把这个污染能够把它排除，也保护了整个大新竹的用水。好，谢谢。旁边那位还有一位，嘿。那种挨到大张图是民国91年，那种主办单位这个图都漏掉。那是行政院发文本给新竹县政府有关园区3期的发展愿景跟定位的一张那个公文，要打造一个人文生态、运动休闲、产业健康、购物的优质宜居科技城啊，由新竹县政府来推动管理，把最好引出6个位啊，全新的概念的科学园区啊，是全世界最好的啦。哦，天点的时候，当我有讲，会个保障客家建筑的景观哦，咱人府是广烟天是跳沙过的啦，从九牧地啦、船金地、范家洋楼个台这些水准哦，涌泉啦、五谷宫，通往围墙竹北的新瓦屋水准固然按全部留下来啦。老你啊，开发咧比咧讲，含摆你开发它，大山每家每户就吃了水啦，天然雅士啊有啊，不每天是态度上下非常方便啦。含萝卜啊也插个这溪沟啦，污水下水道全部都在欧洲水接走啦。垃圾菜袂也袂落因无面前咯，垃圾收走啊。路边甲摄影咯，大家要工人有错了啊。含你学校含摆变双语，大家又高中学徒啦。摄影呢，含客人去大家秋天上班哦，也不大家大家方便，含附近车叉通常会改善啦。含你题目点讲，宪法要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啊。这个财产哦，这个都做主啦。钢铁因也人政府去发个天本持有人钢去发咯。汉业讲上的这边，我希望人政府啊改变法律，不你这个土地这个这边啦。好，譬如说你冇讲啦，我希望对面朋友大家共同来打造新家园啦，大家互相做好领啥啦。了后呢，大家是让赢家摸英秀啦，好，所以我哋展心进修了。好，谢谢各位。好，那我问题要回来，我问我们的陈处长，就是说提出申请，说我可不可以划在区段征收之外？其实公民参与的第一步就是要先从问卷调查开始，先由问卷调查当中先初步了解各个意愿地主的意愿。好，再来慢慢衍生如何做公民参与的一个方式，来研定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我们划了这么大的面积，其实还是有很多地主认为说，我为什么要划在我的产业专用区里、客家休闲农业专用区里面？其实我是要参加区段征收的啊。好，所以说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并不是说我就要强迫大家来办理区段征收。刚刚可能有很多民众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认为我就是要强迫你，你就是一定要配合我。其实不是，我们跟大埔事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有要原地保留，我们会原地保留你的区位，好，排除区段征收。你们要生产，我们就去生产。现在正在会研拟一些问卷调查的一个项目跟内容，要充分让民众能够表达他们所要的意见，能够陈述。所以说，我们预计会在9月底会开听证会吗？我们还是说9月底开这个说明会而已？是的，我们预计大概9月底，或者是慢一点，或许说10月的时候，我们会全面用挂号、双挂号的方式寄给每一位地主。那问卷调查之后是会开听证会吗？然后逐一来回复这些民众他们的异议吗？因为听证会就是说，你可以不赞成，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赞成理由是什么嘛？会是这样子吗？是的，像目前来说，听证会的话，是由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说，在这个听证会之前，当然如果这个案子未来顺利能够到达内政部在做审议的时候，如果内政部认为说这个案子要办听证会，我们地方政府绝对会配合。但是我认为说，其实在听证会之前，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一个所谓的社区座谈的方式。
好和社区驻点，驻点之外，还有社区座谈的方式，来跟民众来交换意见。那我们在想请教我们这个专员，就是说，那我们就水情的这个部分来看的时候，周边有这么多的这个都市计划，已经要产生很多新的用水需求。那目前是自来水公司第3区管理处，就是新竹这个供水区，我们看到是在105年跟106年，不管是新竹县或新竹市，它供水的户口数都是在增加的。那未来还会再增加，这边还会再增加23000人。那有产业的需求，也有住宅的需求。就水资源这件事情来看，您觉得未来还会产生哪些争议？我们讲坦白话，你看完台湾所有的取水口，有哪一个取水口的位置会到龙恩堰，会到南亚这么的下游？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水资源是紧张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做这样子的产业的时候，是绝对需要去做一个评估的。那做完这个评估之后，才能够去算清楚。而且接下来要导入哪一些产业也要算清楚。陈处长当然会觉得说，哦，我们可以导入一些不耗水的，或又可以有高产值的。好，到底要导入什么？到现在都还讲不清楚。而且我们另外看到一件事情是，整个的新竹县加新竹市工业区的闲置比例多少？62%。整个的丁界闲置率多少？47%。整个闲置的工业区土地是438.78。所以讲坦白话啦，就是把大家的土地征收之后，闲置的空间跟比例也是很有可能继续的再扩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因为我们在所有的工业区的规划里面，没有真的好好的想清楚产业它到底要怎样的土地。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断的强调91年之后的调查之后，到现在到底哪一些的土地是需要的？我们的生意在竹北地区，在目前还是会有闲置的状况，在铜锣的地区，而且我要讲坦白话，如果铜锣的这个科学园区开发了下去，现在闲置的再拿来使用的话，水资源就要从这边再调过去了。永和山它还没有水资源可以调度过来？这是一个需要总体来去评估跟考虑的事情。那当然，大家都会觉得说啊，那怎么办？我认为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禁县建38年到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要去跟新竹县政府讨钱？我们认为，我认为无论是反对或赞成，好，大家先谈这件事情。讲完之后，接下来从我的立场上来说，我认为在整个的程序上来讲，先变回来之后，大家再来谈，不要再说所谓解编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再把机会高文现场的向气，好，了解台购。我本身是水利会退下来的啊，我也在想要告诉各位的有关水源的问题。那请问一下，水到底会不会在未来形成一个很严重的发展的问题？水会不会够用？水绝对够，水也是够，所以干旱情况，所以会调节用水。好，我只是在这讲一句话，就是说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职责。不会乱七八糟，譬如说，等于说水资源有这个整合的统合调查，水污尤其有工业用水的问题，我相信县府里面、贵府里面的环保单位都有做一个不定时的检验，这不合格的东西绝对不会乱排放出去。好，谢谢。园区3期这个禁建已经几十年，那这个几十年来，就等于有2代到3代的人了。那阿公留下来的一甲地，给了3个儿子一个3分地，但儿子又生儿子了，他变成了多少了呢？儿子生了每一个生个2个儿子的话，那每一个剩下1分地了。所以这个1分地呢？比如我现在的我的儿子，他只剩下1分地，1分地叫我怎么去耕作，要怎么样去把它经营这1分地，所以呢，这个变成小农的小农。那我的观念，我是希望说，这个既然这个政府有这么大力来推动这个园区3期来推动，那我希望他征收好之后。把这个变成地，然后规划为一个。那你清楚，你被区段征收之后，你能够拿回来的东西有多少？你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少？这个部分，新竹县政府有没有跟你讲清楚？你知道你的权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动吗？我们把我们所分能拿回来多少地，提供给政府的，那都是一个小数字。把这个地人卖了以后呢，那我可以到了适合耕作的地方。台湾的北中南各有区域的分，那么有的适合
耕田、种稻，有的适合种水果。以我们园区3期克服头虫、二虫，这一段呢，那么它是不是适合我们耕田？所以您对于区段征收有大概的概念就对了。是。好，谢谢。我们让时间留给还没有发言过的乡亲，然后等一下也请台上来宾做总结。好，这一位。台湾整个西部平原上有14万家违规工厂，有14万家。这个红点点呢，就是在我们整个西部平原。那新竹东镇，也许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再想想，为什么？因为竹东镇呢，目前大约只有500多家的违规工厂。那整个新竹县呢，大约是3700家违规工厂在农地上面，所以相对来讲，竹东镇的环境还算是相当不错，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想要再种田了，也觉得农地上面现建是一个权益的受损。但是我们现在在谈中央跟地方的财政财税的划分。包含为什么农业县就要代表穷呢？为什么农地就只有受损呢？那是住在台北的天龙国那些人就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重新在思考，也在要求政府各县市，包含新竹县，其实是有责任要站出来为各位争取权益。在税的划分，从政府的部分能够划分比较多，可以投入到竹东镇的公共设施。你们要公园、要路、要自来水，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好，谢谢。好，这一位。其实大家都知道，本区全部都位在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之内。那奇怪的是，在这个主要计划都还没有核定之前，近3年就已经高达70笔的土地交易。那这些地主嘞买进来之后，他明明买之前就知道这也是保护区，也限建那么久，买进来之后就说他用区段征收，然后让那个新竹县政府用人民的纳税权去补贴他们自己买地的那个利益这样子。那我还要提到的是说。新竹县政府用产业储备用地这个理由，那很好用啊。那新竹县内可以炒作的土地，全部都用储备用地的理由来炒作征收就好了。那这样子，新竹县的环境绝对越来越差，污染越来越多。那么第二点，农田的用水量，今年农委会才公布，明明那个农田用水只占24%，比民生跟工业加起来29%还要少，而且还近30%以上都是回归到那个径流水跟地下水，供下游居民使用。那再加上水田，它一天可以吸2600台冷气的热能，也就是说，以竹科3期土地来算的话，一天就可以吸纳处理65万台冷气的碳排放。那这一点全部都没有被放在里面。那头前溪两岸的农田在这一次的极端气候吸收了大量的大雨，所以这一次新竹市跟竹北市才没有淹大水。你们应该要觉得很庆幸才对，水稻田的生态功能这么大，却被污蔑的产殖地，非常不应该。好，谢谢。好，我们临时动议还有哪一位？作为我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我带了2个我的学生，他问我的问题，他们会查一些资料。他第一个，他有问过我一个问题，这是我不能够回答的。他说，为什么农地要任人宰割？沦为政客和财团圈地获取暴利的。第二个，我的学生问我，为什么农业总是会被工业部门强迫的压制跟排挤？那这也是我身为一个环境教育工作者，我没办法回答我的学生。这些学生就是你们为了要给他工作机会的下一代，其实他们有很好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知道土地，他知道农地，他知道好的土地的重要性，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在问新竹县政府，保护土地的最佳状态，可不可以也列为你们所谓的选项之一，而不是只有提供所谓的就业机会？好，谢谢。还有临时动议还有一位先生是不是？
2000年新竹克雅西的绿牡蛎事件，因为克雅西重金属污染所导致的绿牡蛎，多少养殖渔业因为工业水的废水污染失去所有生计，一无所有。更不用说养殖渔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因为重金属污染所导致健康的危害，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因此家破人亡啊！再来自2017年，才去年6月，台湾醒报报道的新竹毒海岸事件，新竹县新丰海岸线2公里都是戴奥辛重金属的污染。民进党的立委提到说，这个重金属污染已经长达7年了，新竹县政府知道7年了都没有处理。我想请问一下处长新丰海岸污染整治好了没有？也请大家想想看，现在县政府官员想要征收土地，跟大家保证说这个地区开发后不会造成污染，请问大家，官员的保证大家能够相信吗？不行。如果真的要开发，也请处长负责任的先跟大家说，是到底有哪几家有发展性又不会制造污染的公司要进驻这个开发园区？如果真的有，我们支持。谢谢。好，那我最后请台上来宾做，因为时间关系，30秒总结好不好？那我们先从这处长开始，谢谢。对政府的开发，大家一般公民团体大概都认为说政府都是属于土地财团，其实这个部分还是要跟说明，我们为了让这个计划更好，我想说地主的权益我们还是会顾及。那一直讲到解编，那解编到底是解编成保护区呢？还是所谓的一般的农牧用地呢？其实刚刚前面第一段已经讲过了哈，这部分当然这地主的权益绝对是要注重的嘛，这个部分哈，所以说你现有的农业使用，其实它是在工业区上做农业使用，你有申请有机认证也没办法做有机认证，所以说我认为说未来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要尊重赞成者跟反对者，我们都要顾及，因为我们政府就是一个平台，要顾及双方，并不是要毁农灭国。这部分还是要跟各位来作为乡亲来做一个澄清。以上，谢谢。好，那都市计划法第17条有2年的细部计划的期限，还有国土计划法在新竹县部分全国国土计划也有2年时间的限制。到底这个案子受不受这2年的期间的限制？其实这么说哈，因为国土计划在我们这个地区本来就是列为城乡发展地区，所以说基本上国土计划在我们的上位指导计划的话，我们在都市计划的进行其实是不会受到国土计划的一个特别的影响，因为我们这边本来就是城乡发展地区。至于城乡发展地区的都市计划的部分，就回归到都市计划的一个审议的一个程序。好，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哈，谢谢。好，谢谢。那我想这个顾经理，还有想就去做个种社区的一个一个的这个座谈会嘛哈，你得用办起来经行，还会用办起来让民众的沟通，附近做民众并政府的桥梁哈。以现在都市计划执行来讲，也不像以前。以前人家讲说墙上画，图上画画，墙上挂挂，这个叫都市计划。现在不是，现在都市计划真的很难做，我们要方方面面的去顾及。那所以刚才有一位民众大哥讲得很好，我们已经尽量在做，试图尝试着去提一些。对于各方面来讲的话，是一些平衡的一些规划内容。或许你可以摇头，觉得说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可以来谈，为什么要去做这些驻点跟沟通？我觉得县政府也希望我们配合他们去做最大的努力，能够在沟通这方面把它做得更好，让这个计划能够实施起来的话，对于地方、对于民众，甚至说想要去做另外的像农业好好的推广跟发展的这些朋友都有帮助。以上做一个小小的结论，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王俊秀王老师，您最后有什么呼吁？台湾不缺市民、县民，台湾缺的是公民。那现在我们开始有公民的出现，台湾也不缺产值，台湾缺价值，所以我们希望新竹县政府邀请更多的在座的公民，然后来谈价值，希望能够创造台湾第一个永续发展的规划案。好，谢谢。那徐教授，我觉得今天也非常的棒。我们的陈处长，我希望陈处长刚刚的发言就代表我们县长的一个发言。他说：“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可以剔除。”大家听到没有？我觉得大家非常，今天这个录影是非常关键。如果说希望继续务农，那我们就继续务农，我们不是就可以剔除吗？对不对？如果这一点能够确立，要开发的朋友，你们要开发，你们要地目变更，那你们就是地目变更，你们就接受区段征收，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家都是好的乡亲，对不对？大家都好的乡亲，为什么大家都住在这边，大家彼此都认识？不好意思，虽然是苗栗大埔，大家不喜欢，但是苗栗大埔法院的判决已经立下那个标准，
以后你不能够再用抽象的公共利益来跟我讲，用这个当做征收的理由，你必须非常实质的，多少厂商要进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产值是多少，而且他要写下，他要去法院要去公告，要去立案，而不是说像现在只是一个投资的意向书，一点法律拘束力都没有。这个问题在那个区段征收制度，这个问题出在政府，不在你们。谢谢大家。好，谢谢老师。那最后专员。我们从国土计划上大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这整个全国国土计划的攻防过程里面，可以意识到，其实国家最基本的调查，或者是说一个地方政府到底对于产业最基本的理解，或者是说它到底要用负债多少来去做一个牺牲，我认为讲坦白话了，台湾在做这种产业园区的开发，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赌博。在这个冲突38年这么久的案子的状况下，从为正方为反方好好找到一个解法，而不是像现在就说没有法，而且好好的对产业做一些分析，不要再说产业可以怎样了。实务上来说，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课题当下，没有去对产业进行分析，没有去好好去跟厂商沟通，也没有好好跟地主沟通的状况之下，我们永远都是在赌博，我们永远都是在输。以上，谢谢。好，谢谢。客家田时代是一只传统客家文化田时代。按多年来，你客家的县民都了在土地当背，往来变往金，是用土地上用力去耕种，土地生养了万物，去努力的耕作换取了黄金。时代变态了，你下往来变往金，是用开发的方式。汉建38年以後，係咪大家當無奈想？我用企團戰術的方式，往來變往金，我拿錢走是好嘞。你哋土地對我來講挺傷心嘞。但是，你係想嘅係，往來變往金，到底係土地生養萬物，就係錢係萬能。我想你係問題，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我想你係新農台提嚟講不講，也希望所有嘅你。頭衝、二衝、三衝，克服提起嘅，佢如何體制好好來思考嘅。兩地方也係移民呀，變了連種，下山共林連種嘅拜移民呀地方，咁樣是縣民為咗乜嘅保留咗嘅土地下來，咁樣是精神誒係咪講拿出來，傳承客家文化，發展客家產業，係從你精神當中好好來做，讓真正做就出錯。我想今日來就喂，送本現場各位，也送本電視機挑戰觀眾朋友，大家共同的思考。下禮拜將繼續收聽村民台北新聞台㗎。